Hello，大家好。呢度中澳星匯複式公寓咧，總價咧只需要30幾至40萬就可以攞低㗎啦嚇。你冇聽錯，總價只需要40幾萬就可以買到。呢個區域咧位於我哋中山東區同埋石岐同埋南區嘅一個相交地段。呢度咧複式公寓咧係900尺至1200尺，100平方至130方左右，層高咧係5.2米高嘅。入嚟睇下呢邊咧有我哋嘅陽台啦，同埋我哋嘅客廳、餐廳同埋廚房、洗手間嘅。我哋呢個盤咧係精裝交付，現樓現證，即買可以即收樓。跟住鏡頭咧，我哋上2樓啦。我哋2樓咧係有兩間房嘅。呢度嘅生活配套咧係非常之成熟嘅，而且咧交通非常之便利。我哋樓下咧就有個大型嘅購物中心，係非常之適合我哋度假、自住、投資嘅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，可以評論區留言或者係私信我。